你这不到半个小时时间，找到了真正猥亵桑宁的凶手之后，要立刻赶回乔舍舍里，这是大忌讳，不能变。长河漫恨。爸，赶紧停车，我要上厕所。 5分02秒。我感觉我跑出了多少条的障碍。还有1分10秒，快呀！这是手机吗？啊，这叫自喷漆。让我先过去。稍微等一会儿，我跟他讲，你可以把它放在这儿。你稍微等一会儿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别着急。来不及了，下一张照片吧。我好不容易跑到这儿，不能让我过去呢。来吧，再来。稳一点。爸，我要上厕所，赶紧停车。5分08秒。2分11秒。 后面那船衣服男孩有自喷漆，别问我怎么知道，做好身份准备。啊，还有1分13秒，非常好，保持住。赶上了，就是这辆，你得到柳叶的车厢，看到真相。明白。小心口红，小心耳机线，注意观察一下桑宁身边的人，嫌疑人应该就在其中。在那儿呢，小心。夹车东西了。哎，这么大人了，不知道给孩子道个歉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姐，我这有点急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有急事儿你也别往孩子身上找。来不及了，下一张照片。不是，我就剩最后一条命了。好好道歉，坐反方向地铁，赶回车里。